为了协助推广在地养殖渔种，特别受到中国禁止进口的冲击以后，市府农业局表示，更需要调整步数来应用。所以，这摆台南在地石板，就结合了生产的南市区协会、基米食品的制作甲销售三方面，推出这八道菜料理。除了将新鲜的食材加上无同的煮食方式来拍开新的通路，而且八道菜料理起来只要半点钟，相当方便。中国大陆的一些措施影响到它的销售。那今年在那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台南呢安南区刚好有养殖石斑成语，它的那个销售的过程就有受到一点阻碍，所以呢，我们就是在那一个时间，我们委托了那个高雄的紫关区渔会来跟我们收购我们台南这边的石斑鱼。然后在因缘际会之下呢，我们今年刚好跟奇美食品呢有相关的合作案，于是呢，我们就推荐说，我们这个石斑鱼是不是可以由奇美食品这边来帮我们开发相关的新品。那奇美食业就秉持他们的专业呢，然后替我们去将我们的石斑做出了一个不一样的舒肥的石斑鱼出来。因应消费者饮食习惯的改变，物件方便拍开地当食的市场，所以基米食品就研发将石斑用舒肥方式低温加热，用泡好式地当，除了保留肉质的软 Q 营养，而且完全无臭臭味。这只鱼吃起来会比较 Q 弹，而且我们长时间低温的时候，它鱼本身会释放它自己的精华，就像滴鸡精一样。所以它那些汁液出来的时候，一点都不会有腥味，而且在家庭的时候，家庭妈妈也是很好复热的，因为只要解冻，然后水滚小火10分钟就可以吃了。会中市长委托甲议员李宗翰嘛动手来定下一道已经热销1500尾的龙虎斑，对着台南市渔业发展佮创造新的前景。因为今年的石斑卖得不错，并不代表每年都这么好。我们一定要把在这个时候，在好的时候，把这个石斑的各种吃法、各种料理法、各种好的这个做法推广好，这个介绍给消费者啊。这个消费者把这个通路打开之后呢，那石斑的通路就更多元化，优质的好东西要介绍给好朋友啊，尤其刚刚讲石斑是高价鱼种，尤其石斑中间的龙胆真是高价鱼种中的最高级。那谢谢奇美食品，也谢谢我们副总经理还有所有率领的团队。不管是石斑，还是台南出产大宗的沙白鱼，甲后续的台湾条等鱼产，台南拢要用渔业的结合来加强在地鱼产的价值。重点是迎合消费者的需求，来协助渔民拍开多元的通路。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